黑社會上門男朋友。破產。我唔想幫佢還錢。做咗唔少事。愛係永恆忍耐，但係如果你嘅另外一半信貸評級太差，你又忍唔忍到呢？可能都接受唔到。可能接受唔到，表示佢之前都做咗唔少事，會有啲保留，接受唔到。我唔想幫佢還錢。要睇下係點解會有咁樣嘅事發生。唔係好接受到。即係成日借錢唔還，會唔會俾黑社會上門男朋友啊？我覺得唔係好 OK 咯，人品問題咯，喺生活上可能都有好多問題咯，即係譬如話佢可能問你借錢或者呃住你。唔知道啲。知啊，平時去借錢，佢就會去了解呢個信貸評級，然後貸款會唔會批俾你咯？有冇遲還啊？抑或係你都好準時還款啊？咁佢會有個評級嘅。財務公司會參考嗰個信貸評級。係有分10個 grade 嘅，即係 A 至 J 啦。會影響你可能借錢批唔批啦，亦都會影響可能你嘅利息。如果你信貸評級差，就會利息高啲啦。知唔知如果信貸評級太差嘅話，有啲咩壞處啊？你碌唔到卡，借錢嘅時候會特別難咯。借錢嘅時候利息會高啲咯。會個利息多啲咁樣咯。佢真係太低，佢可能會佢又還唔到，可能破產。主要有4個啦，第一個就係申請信用卡可能會受影響啦，第二個可能借錢嘅批核嘅情況又會受影響啦，借錢嘅利息會高啦，或者係求職轉工都會受影響。冇去睇過。冇喎。我又冇。未 check 過。冇嘅，咁你覺得你咩時候會 check，或者你會唔會定期 check 咧？又需要去貸款之前先會 check 一 check。冇嘢做嗰陣時諗唔到，諗唔到有咩睇下係咩評分先。半年 check 一次，一個月睇一次。借錢嘅時候或者買樓嘅時候先 check。咁你會唔會選擇去俾錢 check 啊？如果有呢個需要嘅話，應該會嘅。都會嘅。可能都會嘅，即係可能影響你要買樓之後可以借到幾多錢。我唔會啦。俾錢可能就唔會。而家想靚爹啦，借得啦就可以免費查閱到你嘅信貸報告，無限次數之餘更加唔會影響到你嘅信貸評級。喺短短幾分鐘就可以了解到自己嘅信貸評級，財智在握，領先一步。